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今日的福起来阿明谷刘浩明。台湾开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时间，我哋的人权慢慢的抬头，同时我哋的医疗慢慢进步以后，许多人的爸爸慢慢的开始把我哋的人权变成我哋突破权的一种重视，尤其係我哋嗰度流浪貓狗有部分的问题。我哋講台灣有一啲動物保護的協會，但是唔知講可能唔係講台灣嘛有一啲照顧生命協會，而開始去注意到我哋嘅流浪嘅貓嘅狗嘅以及嘅一啲我哋講貓小孩有毛嘅成人嘅權益。我哋今日有請到嘅陸黑亞嘅協會一個執行長，還有啲顧問來到嚟現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兩位貴賓，第一位陸海嘅董冠富執行長來到現場。執行長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于新北市的董冠富。好，今日係我哋顧問，我哋龔尊生，龔顧問嚟到現場。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新竹竹東，我想叫江俊生。我想今日會歡迎兩位來到來現場哈。一開始我想要請我們的執行長是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自我介紹，就是說，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成立這個協會呢？我當初為什麼會成立這個協會？最主要是那時候，我發現很多人都說貓狗是生命，可是後來常常當我自己要看到狗受傷去求救的時候，才發現我們台灣是一個動保沙漠。也就是說，我當今天看到狗狗受傷，我第一個想到誰？消防隊。那我打電話給消防隊，消防隊說他是救火的，他沒辦法救貓狗。那我第二個想到誰？就是警察。警察他說要抓壞人的，他沒有來幫你救貓狗。然後後來最後就找他們就推給清潔隊，清潔隊說他是收垃圾的，他們也沒幫我抓。然後後來最後就說那我就去找所謂的動物保護團體。就那時候我才發現，那時候的動物保護團體很多都是愛心媽媽所成立的。那他們當初為什麼成立這個動物保護協會？最主要是因為捐款可以開立收據給捐款人，所以他媽媽大概都是60、70歲，然後一個人就已經要照顧100隻到300隻。不等，所以他已經沒有那個能力去救，他完全成立這個協會只是為了開立收據而已。所以我那時候就天哪，我就覺得啊，台灣竟然沒有一個可以救援動物的一個組織。所以那時候剛好在跟獸醫聊天這個地方，那獸醫就鼓勵說，你如果要做的話，最好是可以做一個專屬救援的一個組織。所以那時候就成立了一個趙生會貓狗研究。嗰種其實就係意思，你講當初遇到救一啲我哋路邊嘅我哋流浪嘅貓犬嘅時間，你發現到講，其實我哋雖然有嗰度嘅單位有負責，佢說有負責也俾一啲職務，但是真正度到面臨到救一啲貓犬嘅時間，其實係冇人可以去救嘅。咁仲有部分嘅話，我想問一下我哋咧江董事我哋江顧問啦從這個當初，那我想去參加一個招生啲咯。過去的是有一段時間因為一開始我們社會人士對狗跟貓的養是會養，真的是要生病救倒是很少。這個認識了董冠富先生以後呢，他就開始募集了社會一些人士捐錢捐東西來照顧一些貓跟狗。我們台南有狗場，有400多隻狗，也有200多隻貓。但是你要知道，趙生協會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沒有錢。你要知道，狗跟人一樣要吃東西，沒有錢怎麼來？就靠一些社會人士捐助以及大企業捐款。當初成立的時候很窮很苦，幸虧董先生的爸爸拿得出3000多萬來給趙生會支持的這幾十年來的支出，然後近幾年來大企業捐了一些食品給我們，固定食品去養狗跟貓。第二個缺點，這個貓跟狗生病看病要錢啊，錢從哪裡來？一些社會人士捐出來的。好，這個第二個問題就解決了。第三個問題，狗發生問題要拿去醫院救濟，沒有車子啊，光摩托車也不行啊。然後又社會一些藝歌人啊、藝術費玉清這些人捐了一隋唐捐了一些車子給我們當運輸，才慢慢度過這一段時間。可是
头中我哋咧强估摸已经其实帮我哋咧周审批一的过程已经讲清楚了哈，啊，就等于是刚刚张顾问已经大概就是把我们招生会这10几年来的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算是很快的一个说明。但是我想一刚开始你在成立招生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其实它没有那么容易做？对，我在成立的时候我没有成立过任何协会，那时候我还很笨，那时候做保全总干事，那只是说那时候后来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自己去救啊，需要一些经费，然后很多社会人士会捐，那就有人会检举你说你不是一个公益团体，你不可以募款，所以那时候奇摩老大就把我的整个那个1万多人的家族就给我关掉了。关掉之后，我就又重新再申请一个家族之后，那我的是老虎个性，就说好，那我就去成立一个协会，就去的时候才发现完蛋了。他要30个人身份证，要各县市都要有。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只是一个保全人员，我可以去牺牲自己的时间、跟我的钱跟时间，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认识那么多人，30个人，而且要他拿出身份证给我去成立这个协会。那我就在网上就在那个期末就跟大家道歉，说我可能不知道，成立一个协会需要30个人身份证，我就讲出来后。第3天左右，我大概陆陆续续收到40张身份证。我那个时候生平那个男孩子，我就哭了，我真的哭了。我觉得说，因为我那个年代有诈骗集团，所以说当初那个年代你要跟人家借钱就很困难，但还是借得到，但就更不用说你要跟他拿身份证这个东西，而且人家是无条件直接寄给你。就那时候就哭的时候，就拿这40个身份证去成立现在的协会，所以才有陆陆续续现在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很感动，人家对于我的一种信任，愿意把身份证给你。对，如果其實嗰時就幾多年，如以免自家承認咗嗰一件事情，嗰時嗰時一開始講，我30個身份證的時間，馬上如有人都真正都會相信把身份證本。所以說那個時候一剛開始是在奇摩的一個社團，對，就是有點類似，就是我們關注我們的流浪貓狗的一個社團，對，就是跟人家分享我自己養的貓狗，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單獨是你自己一個人去經營那個社團，對。但是後來你希望說把這股力量變成一個實際的力量的時候，你去我們的社會局去申請變成一個社團的時候，發現假如說你要成立全國性的社團的話，你就是等於是每一個鄉鎮都要有個代表人啦，就算你是縣市，也要不同的地方的。對，所以那個時候你就發現哇。原來不是自己想這樣，但是至少你之前在雅虎奇摩他們所辦的社團裡面，你做的是一個是讓大家覺得說你真的是有在做事的人。是，所以說後來那個40個人的身份證拿到之後，你就成立這個社團。對，可是錢在哪裡？對，基本上剛剛就像我辦簽顧問他所講的一樣，基本上成立協會，尤其像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協會，它的問題很多。它不一定不只是錢，但是錢是最大宗。但是不只是錢的問題，還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你在救援貓狗的時候，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比如說這個法律你要不要碰？不碰這些貓狗就救不到，碰了你自己就會有法律刑責的問題。那你要不要為這些貓狗可能會被抓去關，可能會被抓去判刑？你要不要做？很多的心理掙扎。這一部分。反正是他們都是，做乜嘅講我去叫嗰種叫咩哦，會判到刑，會堵到法律的問題嘛。反正咧，顧問團的比較還好嘛。一開始按你去叫了沒有時間，有人看到佢發到按人愛打佢，愛刺佢，然後佢去報案，警察來到嗌個嗌叫，佢講原來嗌報案講你係打佢刺佢，所以會產生法律上嘅問題，這係一種問題。至於一般人講，佢頭上有乜好叫？從事兩個工作嘅人，頭上嘅乜係人啊，乜係人命啊？愛去叫，譬如有人會支持，有人會反對，就這樣子產生法律上嘅問題。我讀到好多擺，樣嚟講，唔乜都唔得怪人啊。如果冇制服作嘅，人可能佢唔會講法。所以產生了有制服去叫了沒有有穿制服，你看到你係社會人士，去叫沒有，所以法律上嘅問題漸漸就變較模。一開始當到
遇到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无想到讲啊，去按单纯去救我们的叫的咩话，因为有按到其他人无去用的反应呢哈。有哦，遇到哦。在像这一部分的话，我想请问一下执行长，所以说你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救猫狗的一个想法生出来的一个行动，可是后面却还有那么多的法律的问题会要去面对。当然有啊，就像刚刚跟主持人在私下聊天，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去搞，就是因为不懂嘛，老虎就是不懂就去闯进去。可是那时候你头已经洗啦，那怎么办？你第一个遇到这样子法律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譬如就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譬如说像我们几年前有破获一个，人家打电话在巴黎新北市巴黎有一个非法繁殖场，他用几片板子围起来的，里面大概有30多只的品种犬，然后那个大便大概这么厚，都没有清。一般来讲，繁殖场它不会去善待母狗母猫，它要是小狗仔可以卖的。那时候举报我们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去的时候就通报警察，警察去看看就跑了，那记者去看看也就走了，然后找动保处去看看说没有没事，他就走了。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我们一走了，非法繁殖场的厂商那个业者就会把这些狗全部载到货车，重新再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些狗40多只狗就没办法。那如果进去把这40只狗救出来，那你就犯了窃盗罪，还有很多的相关的罪。因为狗在我们的法律上是属于物品，属于财产，等等。那时候你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执行长，下面问你。执行长，我们要不要救？如果你说你只要喊救，你就要背上法律责任。如果说你不救，等一下半夜这40多只狗都不见了，都被业者带走。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先留下来，让我们观众朋友回答一下。观众朋友想讨论的呢，这行中一共问的问题，应该有一个非法的一个繁殖场，你这个发现到的，你这个叫做某一救的话，也的繁殖场可能好。按不呀，路比塞都偏的地方去，但是你救，你可能比人高，你头也高的。其实讲你救还是没救，太多节目我都同讲啊，在这行中都是这中文马嘅嘅听，那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那节目我哋来自台湾照顾什么协会嘅，我哋做行长同我哋顾问，同我哋讲嘅当初很容易成立嘅协会嘅，但是嗰時間我哋做行長有問題哦。佢種即刻有看到一啲非法嘅繁殖場嘅時間，唔係救冇，救佢就通問冇。佢種救嘅應該我講頭也會給為沒為哦，但是冇救嘅話，你真係要看唔下去。嗰時間唔會選擇乜嘅，我哋馬上回答我哋做行長講，以嗰時間做我乜嘅家庭。其實想我請問一下，你剛剛問的那個問題啊，那個時候你做了什麼決定？那時候因為我那時候協會已經成立了，大概已經快10年了，所以大概也有一些經驗，所以我很想救這些貓狗。那在救的時候，我有去評估過，它的建築物並不是一個完善的建築物，而是用木板隔起來的，應該不會構成竊盜。然後第二個，這些貓狗在裡面，它基本上已經很危急了。所以應該是有必須要急救的問題，所以那時候我就下命令，就把這40隻全部帶走。結果那帶走之後，果然大概傍晚嘛，就接到巴黎那邊的派出所電話，說業主對你們全部人提告竊盜、非法入侵等，大概告了4個罪名吧，都是重大刑事罪名。然後叫我們過去做筆錄。那我就心有數啊，我就過去做，做完之後就開庭，很快就開庭了，因為證據確鑿，很快就開庭了。啊，去了之後，檢察官就找我去，那我就跟檢察官說，檢察官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判了，這些所有都是我的員工，跟我的志工，都是我下命令的，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是無罪的。那我是首腦，你就直接判我有罪就可以了。那判罪之後，我就寫狀紙，因為檢察庭完之後就是法院了嘛，那我就抗告嘛，抗告到法院去，然後到法院就，因為那個檢察官完全不聽我講，他就直接就是認為我有罪就對了，
所以我就到了法院，就把我想讲的话说，我依据现在现场的猫狗是很危急的，然后我们所救援完之后，我们是所有钱都是我们自己花，然后我们救好之后是免费公开去送养，等等，而且在救完在这个途中3天内就死了3只狗，所以它是很危急的。然后跟那个检察官那时候苹果还帮我们报道，他说被起诉，对，检察官那个执行长被起诉。就后来到法院的时候，法官就判我无罪，他说你是在救生命，不是去窃盗，所以那时候就把我撤掉那个刑事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就很感动。可是那时候你可能没人可以感受我那个心理压力，一个好好的人要被扛3、4个重大刑事责任，好像自己变成枪击要被那个通缉犯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单纯你爱猫狗而已，还有扯到很多法律。这个是其中一个。那比如说像我们也有一些非常行市场，像我们有个最有名的，他打过来说他可能要身体不好，他可能没办法养80只的马尔济斯。马尔济斯知道吗？小小的，很可爱，白色的。那时候在云林，我想说我是云林人，我说好，我就过去看。就一去看，他不是80只，他是180只。他怕我听到180只不敢去，所以他只报80只。所以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到底该救还是不救。那我相信主持人跟我一样，你如果在现场看到不是白沉沉的，是黄沉沉，全部每一只狗都是都是黄沉的，一片黄沉沉的，然后每只狗都好像快死不死的。可是那时候你要考虑到100-200万不是个小数目。那时候如果说你不救，就这样走了，这100只就没得救了。那救回去，你快你自己要去想办法去筹这100-200万。所以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挣扎，就后来就决定还是救，就把所有的北部的我的救援全部都扣到云林，把这180只的小马全部装在车上，全部带回北部，全部洗澡，然后送养，然后到等等花100万。那这100万没有钱付怎么办？就像我们刚刚顾问讲的，就拿我爸爸的给我妈妈死掉的房子，我就去卖掉，然后或者是贷款，就把这些钱付给医生。然后可是你看到这180只的小马，180只全部都找到爸爸妈妈，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这个开心，可是债务是自己要扛，可是心中是很甜蜜很开心。所以这个救猫救狗不是你想的，而且还会扯到很多的，因为台湾的喜欢猫狗的人很少，所以会捐款的人也很少。所以可是我们的动保团体很多，大概有100多个，所以会很多人为了资源就会去互相攻击来攻击去，又变成又很多的官司，很多的。所以说成立一个动物保护协会不是单纯一个热情热忱，你还有要钱，还要面对官司，还要面对无缘无故跟选举一样被人家抹黑你的人格，抹黑你的名誉。所以真的不是你可以想的。因为从你刚刚在提到马尔济斯叫它小马，然后每一个小马都长到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就真的会觉得说，其实在一刹那，其实你大概是毫无没有什么悬念，你就决定救了啦。因为其实这些我们虽然说是马尔济斯哈，那就是一个名字，可是对你来说，他们都是你一个很珍爱的生命啊。这些部分我想问一下顾问哈，因为其实头东的人呢，这行中个人其實講到289年哈，其實都要花很多錢。譬如講頭頭講200萬，其實幾多個地方一提洗成，其實洗成人即係4萬趴哦。但是醫療照護嘅部分哈，或者呢院費嘅部分，要按到嘅錢，佢平常來講嘅話，唔能照常費嘅嗰種資金嘅來源喺哪咯？至於說用叫的貓的醫藥費啊，錢從哪裡來？員工利用禮拜一、禮拜六有某個節氣去街頭募款，尤其台北西門町或者這個大廟場，募集了一些費用，但是還是不夠，要靠一些企業，大老闆捐個5萬、10萬。一次捐出来，我们才够付这些医药费。付完医药费以后，我肚子饿了，狗要吃东西啊，人也要吃，狗也要吃。请问
2大灾难，食品从哪里来？它的食物从哪里来？好心人士 Costco 叫还是家乐福，老板设立全台湾所有的家乐福，买东西的人自动捐饲料给我们。嗰個叫做睇見啊，叫做你有啲地方，譬如講我哋賣菜嘛，一件東西本地，你基本有啲西站嘅算是揀本地係咪？係，家樂福有全台灣有好多的店，你捐個基本的招生費係同咁上，但是你要想到我黑波嘅事情哦，因為我派人派菜，台灣按你照一錢，將個數位都按到飼料，差不多一個半月的飼料，這邊就愛來咯，不平的豬殺疫苗哪會來？冇錢，還有打晶片呢，我們按速度來給我哈。替付先打晶片，打晶片30萬元呢，賣出動保署唔會到演出，就招生會，我們企業裡面自己去搞發錢去打落去，然後這個永遠有善心人士，我嚟買，你就送給你會照顧每位人的同歡喜，我們送給他，不會給好好的繁殖，也係招生會目的就對了。嗰個教育從那的顧問案來講啊，反正等於講，以現在招生會的一個規模來說的話，因為聽起來是你們今天大概去拯救了貓狗之後，前端的處理，譬如說把它清潔啦，做基礎的醫療啦，和晶片啦，這部分是你招生會在負責嘛？那等於是說，從你們救到這群貓狗，把它們整理乾淨之後，一直到他們送養之前，全部都是招生會在照顧啊。是啊，可是你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算到，因為你像去救援，你要車子，車子的全台灣的去載飼料去救援的油費，我們一個月油費就將近10來萬，那10來萬你還有所謂的車子的維修費，還有買車的費用，那你還有照顧人的薪資，24小時他們住在狗場，在深山裡面照顧這些狗狗，還有很多的相關的費用，就是都是很可觀的。那照你這樣說的話，那你現在以招生會目前的規模來說的話，你們所謂的專職的人員大概有多少？大概10來個左右。10來個，然後志工呢？台灣，我們志工來講比較少。因為我們跟一般的動保團體不太一樣。一般動保團體它的工作主要是第一個，辦結紮，就是6日去辦結紮。2就是到學校去做推廣生命教育，所以這些都是比較需要假日的話需要志工。對。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有志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全年無休24小時，而且尤其又是三更半夜，萬一你今天當完主持人，萬一你今天在路上看到狗狗被車撞了，3更半夜你要打給誰？你就只有我們在做，全台灣只有我們在做，那打給我們，所以不可能這3更半夜叫志工來幫你救狗。第二個，志工他沒有經過訓練，萬一被狗咬怎麼辦？所以我們就是因為經過很多的這樣，就是你說的，一直我們就算自己被咬就塗藥。就沒事啊，對，因為我們是正式職員嘛。啊，如果說志工那就不一樣啊，就常常會接觸到爸爸媽媽打來罵協會說，你怎麼可以讓我兒子去被狗咬？我兒子這萬一狗有狂犬病怎麼辦？說我要去怎麼去告你去什麼，扯了太多的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就後來就是不太採志工的問題，就是我們跟一般動保團體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全年無休24小時在專責在做救援的一個流浪貓狗。但是我們在做專責救援的狀況之下，我們自己又收容了500多隻的貓跟狗，所以我們要兼顧我們自己養500多隻的貓狗壓力，又要去兼顧在外面要去救援的經濟壓力，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狀況。想問一下尊神哥哈，你這個做顧問，但顧問有冇工作？大部分的工作內容係乜嘅？遇到事情要做喎，因為講呢，你唔會問講，我叫做到我曉得哪？你要去請會所啊，讀書上甲別人社會講法，就要請個上下班上檔，他們帶會所來去救我，本救我帶。依然請哦，目前啲台南有2隻救巢，一隻係出葷呢，一隻係出素食誒。叫嘛要實在嘅呢，要分開來。那嗰隻會所呢，啲台南，有善心人士捐給我們呢個土地，有嘛可以延續
呆来重呢，宽呢，哎，不给深，该不收钱就越来越下来呀。所以我哋到嘛有顾问有嘛想到都懂那个执行长，我们的钱从哪里来？所以我VCC 请拜托有钱有私人人来帮助招生协会，渡过难关。可是可见啊，等的沟通啊，等的结婚每位时节，在中间的过程里会发生几多问题，就是下我哋下下就买嗰度嗰件太故事咯。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一节目啊，等台湾招生会的冬至行照，还有呢顾问同人讲到，一定在台南有2个教场，其中一个是在，就问讲做嘛个学教而是在呢？这一部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执行长，因为刚刚我们的顾问有说到，你们台南有2个狗场，是，那其中有一个吃素，是，为什么狗会吃素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个协会啊，那协会通常来讲的话，现在各地阶层都很爱猫狗，所有都有猫狗。那我们基本上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师兄师姐，或者是有修行人，他看到猫狗受伤，然后通报我们去救。那我们去救的时候，他都会附带一句：那他好了，是不是可以让他吃素，不要让他消除一些灾难，让他下辈子可以投胎，不要再投胎做猫跟狗受苦受难。那就是一个观念，在我这就是执行。他后来就是因为一直听到。很多的报案人、修行的师姐师在跟我这样提，那时候我就说，刚好有一天，我们在帮一个爱妈的时候，她捐了1块地给我们。那我那时候，就突然就有一个灵光就想，那我们既然有一个荤的狗场，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狗场来盖素的狗场？那素的狗场，那我就把它盖得像公园一样，因为吃素的狗就跟我们吃素的人一样。脾气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没那么地域性那么强。像我们一般来讲，狗场都要大概5只、6只、8只在一起，5只、6只、8只在一起，对，因为它们有地盘性。那吃素的比较没有地盘性，就那时候就发愿就要重木盖一个素食狗场，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吃素，方便吃素了1年，就后来真的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师姐帮忙，然后把这个狗场盖起来。盖起来确实，那时候青海无常师啊、慈济啊都有来看，他们不相信，他说他们觉得你们是诈骗集团，他说狗怎么可能吃素？对啊，我说我们确实吃，他说我们可以过去拍啊，或过去看吗？我说可以啊，就他们过去，他们真的也很厉害，他们现场带菠菜、高丽菜、红萝卜，在现场直接切，然后切成盘子，然后拿下去给狗狗试验。就看到狗狗看到这些菜就开始吃了，他就认同，你们真的不是诈骗集团，你们真的狗在吃素，所以他就觉得很感动。他说你们真的能够把狗训练成会吃素，而且那边吃素的狗都不会很瘦，都很胖。然后第2个，他们没有体臭；第3个，他们不会打架，比较不会打架，就没有体臭，比较不会打架。所以后来他们才会相信说。对，全台湾只有一个吃素的狗场是赵生会的，对。唐老师的乖乖，你讲，其实一般人讲，我哋问因为讲，比如讲动物的一天还是有，冇想到讲，人的给位可以实在，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你们可能是给他那种素的干狗粮，没想到说它其实是会吃所谓的蔬菜之类的。对，我们正常来讲喂的都是素的，就是没有肉类的干狗粮。但是因为我们会考虑到，狗狗的营养性或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切一些蔬菜给他们吃，加强他们的身体的营养。对。那这边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们就是救到的狗几乎都已经不是从小养的嘛，等于是几乎都是已经半成狗了，或者是成年的成犬，或者是半成犬。那个时候再让它吃素，他们会照正的回来吗？所以这个东西我常常说，就是随缘分。譬如说，一般来讲，我们在路上走救的狗不会去进到素食狗场，
它一样是进到我们正常的荤食狗场。那通常会进到素食狗场，一定是师姐、师兄，或是有修行的人救到，然后他希望他到素食狗场。那我们也会去看这只狗到素食狗场它吃不吃。那如果它不吃，比如说3天它都不吃，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移到荤食狗场去。有的狗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狗几乎去那边都会吃，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在吃嘛，他觉得大家吃的都很开心，他就吃了。但是如果说真的你叫他一个人去吃，他可能就不会吃了。可是他看到大家都在吃，很正常在吃，我觉得我的个人认为，他觉得大家都在吃，他就吃，就像我们当兵一样嘛，大家都在做，我也跟着做。所以基本上我们那边素食狗很少会被退回到荤食狗场，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吃。都在那边吃素，对。所以说这不仅是它的开始是一个缘分哈，因为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很多师兄师姐所请你们所做的狗，同时它其实能够留下来，真的也是一个缘分。对，因为它不能吃就回去了。是，最后部分我想要请问一下人的顾问哈，因为初初你已经有讲到这种你成立走神费和拄到按健康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你讲，唔知讲我对一条动物哈，能讲叫的猫啦，有感情。感情没一时两时出来。我从小就从下看到猫的叫的，第一声头按着震来震去，拍来拍去，慢慢的产生咗心，爱护就在叫猫，系按嚟产生的。我说其实是等于你讲叫的猫对吞人家一种互通的，其实其实蛮是不鬼火啦。关系。我因为从下要我原来叫动敏感，如果拍，就啲猫原来咯，叫会产生，会熟对狗猫产生兴趣，就按嚟产生啊。可是我的那顾问意思，完些是吞叫的猫的一种情感很要按嚟啦。好，刚刚想问一下执行长。你当初怎么会特别会对所谓的我们的毛小孩啊、猫狗啊，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啊？因为我妈妈是云林四湖人，我爸爸是外省的，我妈妈是云林四湖，所以云林四湖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很乡下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只有狗跟猫，还有就牛，大概还有鸡鸭鸭，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就是跟这些。毛孩子跟猫啊跟狗在玩，然后他基本上我们就把狗当马在骑啊等等，就跟狗就是有一种就是就像家人一样的这种感觉，就很喜欢毛孩子，很喜欢狗的，尤其那个狗乡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乡下的狗好像听得懂人话，你跟他讲来他就来，去就去或干嘛，他好像听得懂一样，他没有像我们现在都市养狗很笨，听不太懂。在乡下的狗确实都很聪明，他们流浪狗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就是家人就是吃完剩下的，然后他们就给他们吃，然后他就吃完，他们所以那个古代的他们是一种就是环保，就是反正吃完就没有浪费，就是比较节省这样子。可是他们每只狗都是那个毛色都是雪亮的，很健康。所以后来一直很喜欢猫狗，可是家里都不能养狗，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是没有脱离家庭，没有脱离长大。有没有养狗都是在父母的手上，后来直到当兵又到外岛去，又接触到了军犬啊、狼犬这些狗狗流浪狗，所以那时候对狗一直有感情。后来到了退伍了之后，就养了1只狗、3只猫，对，然后后来就做了保全，那时候我单纯只是喜欢狗跟猫，后来做了保全之后，就自己在奇摩开了一个版。开那个版只是想要让大家分享，大家每个人自己养猫养狗的一个甘甜故事。就没想，因为你那时候我们叫版主嘛，就很多人会把一些狗狗受伤啊或什么照片给版主，然后看版主能不能帮忙。那刚开始我就觉得还好，可是越看越可怜，我就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就去救，那救一只还 OK 啊，保全工作我觉得还 OK， 那就开始越来越多啊，就3只、5只、10只。很多只的就开始越来越多，那我可能就无法负担，然后就开始就会变成很多朋友就会帮忙，就捐钱啊等等，就后来衍生到最后就成立了这个协会。那像你这个协会目前其实成立到现在的话，
跟你一刚开始想说那么单纯的那种想法已经不一样了啦哈。那这个协会未来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的我们说流浪猫狗的问题一直都还是有哦，即使现在政府其实也想起很多的方法，但是它其实一直是还是算是很多人在关注的问题。那你们造生会到现在为止，未来你们会想发展出怎样的一种所谓的救援啊，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对于猫狗的一种算照顾的方式呢？基本上，我们还是加强我们自己的本职的救援的一个条件，譬如说在各县市设立分会。但是第二个就是说，基本上就像我这救猫狗已经救16年，基本上很多东西还是要回归到它的立法面跟政治面。基本上譬如说你今天捕兽夹狗，你今天没有立法禁止使用捕兽夹，那狗更多。那你没有去立法，不能去打狗，不能去遗弃狗。像我们现在农委会在推狗狗要入户籍，不知道主持人知不知道？有狗狗要入你的户籍，也就是说这狗死了或者什么都要到户政所把它消掉，要不然这只狗就在你家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都是属于立法类的跟政治类，这样子来讲，你今天要养一只狗就要考虑，我万一养了它，我哪一天不养它就很难处理了，那就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养，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台湾就是买狗太方便了，认养狗也太方便了啊！认养完，刚开始很好玩，小狗很好玩，长大了它会咬家具，会大小便，会这样。他觉得第二个就是长大了，他会觉得他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带它去遛，他觉得很累，他就往外面丢了。所以外面才造成那么多流浪狗问题。所以我常常在呼吁一件事，就是说，流浪狗确实造成人狗冲突，这是没有错。可是你要回归一个层面上说，今天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人的问题，才造就出狗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的人把这个狗的问题本来就管控好、管制好，今天就不会有狗的问题，是这样子。像这样子的情形，其实我想，其实今天的节目到现在为止哈，我们都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流浪猫狗，其实都很关注，尤其是现在大家在社会上都很关注。我想请问一下执行长，那你们的造生会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个脸书？譬如说我们观众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他对你们有兴趣的，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对造生会是有兴趣的，有没有可以让他可以一个关注的一个地方呢？有，他只要去 Google 或者到脸书去打猫狗119这4个字就可以这5个字就可以收集到我们了。是，所以说假如说有任何的这样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跟你们联络。没错。那从头我讲流浪的猫狗的沙地的问题，其实叫做无人把伊den标的如何把隐没喺伊的沙地的问题。观众朋友看下今日的节目，唔感覺到對呢個議題過有興趣嘅話，唔可以上我哋今日我哋來賓嘅演述來接觸到相關的資訊。今日感謝兩位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很多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安子謝。